今年花莲大地震了后，这东部的观光受到影响，交通部发补助5万带动华东的观光。这种观光数是同意这台东县的自由行补助是延长到11月，台东阁有家己增加补贴。2个人做伙去台东3天2暝，一个人上省只要开1999。台东县到年底进前有办秋冬的旅游，要用活动来带动观光。头一批13暗时6点半开始，会每一天推出南海生活节水舞的表演。县府讲，除了南海生活节，到年底进前，台东县每个月拢会办活动，包括月光海音乐会、铁花灯节、地上秋收稻穗艺术节、地本耕节、进行观光演唱会、国际雏鹰比赛、原住民族国际音乐会、甲下年演唱会，要来成观光的人阵。而且观光署嘛已经同意，要延长台东旅游的补助到11月份。县府即马嘛要增加，提供9000人次去台东3天2暝旅游的补助，上少一个人唔免2000块，就会当去台东住暝甲佚佗。包括2晚的住宿，另外呢还有套装行程。套装的行程，你可以选择去泡汤，或者到森林游乐区里面去旅游。我们根据大数据的分析的结果，它延伸的效益可以达到4到5倍的时候，可以达到3到4亿的经济效益。县府统计，今年台东的旅宿业平均住房率拢增加，7月份变叫有4成，8月份政府补助了后，住房率提升到6成左右。即马县府增加要推出补助的方案，打电话来旅行社探问的电话有变较侪。你收到这个券之后，你还可以去资本泡汤嘛？那你第2天也可以选择往海岸线走。像我们刚进台东公园就花了90块钱，然后你1999如果含住宿的话，真的很吸引。县府提醒，台东县增加的旅游补助是每一天拢会当使用，不过观光署拜1至拜4的补助袂当做伙使用。不一个若是4天3暝以上的行程，旅行社会协助游客分开来申请补助，让游客会当省钱去台东佚佗较侪天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